以斯帖記第4章，末底改求以斯帖幫贊。末底改在這個代志，就拆裡衫，穿麻衫，衫戲服，行入城，悲哀啼哭大聲吼，行到王宮門口就停頓，因為所有穿麻衫的人不准入王宮。王的命令甲詔書送到逐省逐所在，猶太人攏禁食、啼哭、哀叫，非常傷心。閣有真濟人穿麻衫倒佇戲服。王予以斯帖的宮女甲伊的太監來甲伊報告末底改的代志，伊真艱苦心，就寄衣服予末底改穿，愛伊燙麻衫。毋過末底改毋接受。以斯帖就調王派來侍候伊的太監合他吉來，甲伊去末底改遐，愛要知伊哪要安尼做。合他吉就出去到王宮門前的廣場去見末底改。末底改就將所發生的事，以及哈曼為着招別猶太人願意捐獻佇王的府庫的銀確實的數目，攏甲伊講。閣將公布佇書珊城，要招別猶太人詔書的抄本，摕互伊交予以斯帖，煞甲以斯帖說明，閣吩咐伊入去見王，佇王的面前為家己的同胞懇切求情。合他吉倒來，將末底改的話對以斯帖報告。以斯帖閣吩咐合他吉對末底改講。王的眾人臣甲逐省的人民攏知一個法令，若有人無受王召見，家己入宮內見王，無論男女，攏得處死。除了王有對伊伸出金管，伊才免死。但我已經有30日久無受王召見啦。因就將以斯帖的話甲末底改講，末底改吩咐人甲以斯帖講。你毋通想講，你佇王宮內比其他猶太人較安全。佇這款時陣，你若恬恬毋講話，猶太人會對別位得到援助，得到解救。你甲你的親族一定會滅亡。你會當做王後，兼毋是為着今仔日這個危機。以斯帖就吩咐人回復末底改講，你去召集書珊所有的猶太人，為着我禁食3暝3日，無食無啉。我甲我的宮女嘛要安尼禁食，然後我要違背法令入去見王。我若得死就死。末底改就照以斯帖的吩咐去做。